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咪，来来，这个台湾网友了，台湾网友了，算讲最近变成讲，因原啊嘛保留迄个因原底迄个日文日语的讲法，毋过对台湾人来讲，伊就是过年暝啦，所以台湾人一直到今拢是伫过旧历年。日本时代，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嘛过即种新历年的年过方式，带来互台湾知影。毋过台湾并无对日本人真正完全过日本年啊。1938年，也就是昭和13年的过年暝，迄个暗时，我合阿千做伙食下年的桥糜面。烘炉会讲年糕嘛，毋过对台湾人来讲，若照中国式可能是甜粿啦。努力豆油年粿，然后搁食甜的土豆糖年粿，土豆腐啦吼，土豆腐的年粿，搁有啉一寡烧烫烫的乌龙茶。烘炉内底的土炭墙裂开，发出微小的声音。寒天寒，夜幕垂落，柳川边就一寡薄薄的雾气浸入来房内底。我就讲，咱来六十八斗啊！阿先讲好啊。点数较侪的人赢，敢若迄一天，我录一个18点，阿千17点。昭和13年上尾过暝的迄一天，计金真正是啥？因为我就讲伊迄个帐子应该是壁肚顶的窗仔撒开，就伫咧做恶和第二间阿千，可电火开着伫咧读册。伫咧读册的阿千，甲小鬼仔壳菜乱，小可小红红的灯光下，我袂输伫咧遥远时间以前，阮按彰化转来到台中的迄台列车，反射后一刻，阿千就用甜蜜的声音为我读出迄本手里的册的故事，为我读出伊手里迄本册的故事。我心肝底咧想，不由得家己就是声音放互家。阿千，敢袂使甲伊，敢袂使回答我？吼，这是来困着，敢会使回答我？进前为怎样？当然，这个实话，伊是讲老实话啦。我看卖影老实话，宣布的老实话。当然，无共个语言，伊迄个无共个语境用字也无相款啦。照你读 true story, true statement。讲老实话，老实话，实在话，照实讲，有啥讲啥，或者是
歌册有一个句法，就是讲千着将眼光按册呀看对我遮来，因为遮有早经房女佣，早干房间，王千和真知影伊家己的地位啦，所以变成讲，准讲这日本人一直淡仔咧讲要做朋友，啥，我都理解。当万洋录这个时间点，1938年的年过，若去到日本留学，迄个年过时间点，可能1938年日本人来到台湾，然后创是大概嘛是1920年左右啊，伊迄个时阵伊20岁，应该就是去到日本读册嘛，所以差18年有差真侪无？毋知影。抑毋过迄个时代背景，可能会使摕来对照讲，日本人来到台湾，看到台湾人伊的态度，含台湾人去到日本，拄到日本人迄种态度，准讲蔡信伫戏剧内底来帮助因其他特别弟弟细项代志。迄个态度，我那嘛是会使看出来真差啦。所以，伫这台湾漫游录这大家，阿千为啥要留我的过暝？因为遮有所干的房间，是安尼哦，就是安尼啊。我着爬出棉被去甲迄个被单被，因迄个日本人因是有一种困的时阵，甲遐物件处理你会摕开，所以床褥，看下床褥无，所以即个物件到底，我真久无去看日本遐戏出因即个物件伫台湾遮会安怎反应？所以就是，伊一个是即个青山千鹤子是住咧即个台中林家帮伊传的一间厝嘛，啊，算讲即摆讲法怎主卧室即个概念，啊，对阿春来讲边有一个所干的房间，所以会使住来过暝安尼。入意就是咧讲，迄个啥入即个物件嘛。但阮即马大部分对迄种来讲，拢是变成入仓的是啥？即个床巾床单看床，也是褥啊，所以床褥直接读，伊敢若汉字是写汉字华语是床褥，安尼台语就听好直接读褥啊，还是床褥。当然，即马可能就是碰椅嘛，无甲碰床迄个程度，可能就薄薄啊尔，大概是这意思安尼。所以就去甲阿千的即个厝诶拖去伊即边遐，含我诶摆做伙。你这是咧创啥？安尼就对顶啊！我想是要背心背胆。掏出心肺，由衷说。毋过，这有当阵啊，
迄个身份地位就是无相款啦。头前其实都已经有啊，一直到即个第10章即搭只，就搁较明显啦。掏心掏肺，啊，看卖掏心伊安怎讲？乌心乌肝，乌心肝。对啦，表面上看起来，这日本人真正就想要展现一种一概同仁的迄种讲法嘛，抑毋过实际上，大部分的咱吼，拢嘛有站在的啦，所以掏心掏肺。为心肝底拼出来，为心肝底，所以呢，用这个来看，冰心肝，我像是要甲心肝拢挖出来，诚诚恳伫咧讲。无论如何，我绝对是袂将阿千当作奴仆，所以请对我搁加淡薄仔信心。阿千就点点仔咧甲我看，一困仔了后，才坐去伊的床柱顶，床柱接床柱，无任何的阻挡。我真满意，就软入去我的被。阿千若想要读册，直接开电话嘛无要紧，即种代志我则做袂到咧。是安尼啊，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即两个就是这淡薄暧昧吼。OK， 安怎嘛想袂到，阿千竟然会瞄准我会互你去困左间的房间，敢讲我伫咧阿千的眼里是安尼的人。拄好是因为是温柔的青山小姐啊，啥？若准讲连青山小姐嘛安尼咧甲我看，啊我呢到底是要如何是好啦？想到遮就毋愿意冒险啊！阿千果然也是有重视我啦吼。阿千煞点点，我伸手压阿千的手，阿千的手冷吱吱，佮淡薄仔柔软，袂输。丢毒一困了，阿千也是地倒转来，我就忍袂住小看伫咧吐气。亲像安尼，敢毋就是咱讲的朋友啊？阿千嘛袂输，若咧叹气，若咧吐气相款，发出碎碎的声音，将我的手放伫咧棉被内底，尾啊着。甲我的棉被夹压互严，你啉酒醉啊啦，好好休困咧。对我微微啊笑的阿千，目睭袂输有月娘光，月娘光，毋是咧讲月娘光迄个润泽，我实在是润泽。大家朋友就罔听，我哪咧听，哪咧看迄个时，我来讲，伊迄是中文的啊。要甲伊读做台文，当然即马听讲有人已经伫咧拍拼啊，要甲翻译做台语就对了。所以看卖遐时间的台语会生做啥物款啊呢？润泽、润德、金骨，毋过是月娘光，月娘光。月娘光，创合骨，用油甲车身创合骨，即只马规身躯筋骨。反正即嘛是咧讲月娘光地搞迄种
光鲜吼，敢会使安尼讲？好啦，对我微微仔笑阿千目睭内底袂输有月亮光的金身，天色也好，恶魔也罢，我又阁有啥物通阁加讲的咧？迄天暗时，过年暝下差不多翻点，无甲一时啊月亮光，我甲阿千迄两蕊目睭记牢牢，迄两蕊目睭内底有印着我的身影，敢讲迄只是我伫咧眠梦，也毋过敢讲迄只是我的一场梦，所以这当阵啊，较想影我感觉伊的中文就是普通啦，应该是，凡是差不多国中生嘛听我读啦，只是国中生伫咧读。安尼的小说，伊到底会使读到啥呢？好，若准讲这是真正一场梦，倒是希望会使量早醒过来。我是讲，下早来到柳川小屋的人，竟然也是市公所的美岛先生。阿千伫咧食堂，应该讲，应该是伫迄个什么所在的食堂啊？当然。用汉字写，日本汉字是食堂啦。毋过照你讲，咱是毋是应该改翻译做餐厅？饭厅是厝里的啦，餐厅是外口的啦，啊毋是饭店啊。饭店是要大的所在啊，所以照你讲，可能以咱台语来讲，可能用餐厅会较适当安尼。阿千伫咧餐厅离别了后，伊顶一种，伊两个就是等于是。差不多跳破面冤家啊，后壁毋过见面，敢若我袂记吼。所以伊就讲啊，伊讲啥？若准讲你无阁改变即种态度，若准讲你真正无得改变即种态度，安尼我就要甲即份头路死掉。因为迄个日本人一直想要甲伊迄个啥博感情，结果即个。台湾人王千和是我就是一个通用的，我想要甲你交朋友啊，根本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伊就怎啊规个，你要讲伊晒太，你要讲伊气喘喘，毋知。反正这日本人是完全杀无讲这个王千和到底是安怎，最后就离开，讲今仔日就到遮，用我失陪吼，先来去吼。所以伊就感觉袂输那咧迷茫安尼，所以。阿千伫咧餐厅离开了后，过2天美岛就过2天，经过2天美岛就来我的柳川小屋来拜访，得到王通义和高登家的拜托，从今以后就互小弟我再一次担任你的地陪和通义。当然，这个地陪我来讲，这个地陪是一个。词语，伊就是词语啊，所以当然，迄个语境有可能就是叫做啥？我毋知伊的翻译，伊的英文是讲 tour guide 还是啥？因为等于是即个人伊爱担任两个角色，一个是翻译的角色，一个是带外来吼，即个按日本内地还是本国母国来到。殖民地台湾来遮行大的即个人，爱带伊看遮个代志啊，所以爱甲伊说明，爱甲伊同意，爱甲伊安排一寡达达地地的工课，所以可能毋是遐尼简单啦。啊，这是看卖啊，受到王通义和高登家的拜托，自今仔日起，就再一次由我来担任你的。通译和陪伴者，伫中国迄边又分全陪甲半陪，就是一种是去到一所在，由迄所在的专业人员陪伴、解说、引带，吼啊，一种是自头陪到尾的，吼，所以就叫做全陪甲半陪安尼。啊，所以即摆就要诚做即个全陪，我毋知影。美岛先生讲，请你多多指教。
嘛当场提出已经写好的公文纸，迄是无偌久以后，就已经预定好的行程。详细甲看，头一天参拜桃园的神社，第二天下晡啊，伫咧桃园公会堂演讲，下晡去到新德公会堂演讲。迄天暗时就转来台中，这嘛未免伤赶紧啊！太紧凑，逼我死就对啦，当做机器人安尼，紧凑，紧凑，这嘛未免伤食加了，还是紧快，伤过紧快。迄个时阵，虽讲火车已经有迄个啥冲款线，啊，然后桃园新社是伫迄个叫做啥龟山迄搭遐，即马是算火送站附近，所以离火车头可能差不多坐车是1-20分钟，免半点钟就会使到位啦。桃园新社，啊，毋过随个拼去公会堂，所以就讲我大抗拒，连续总共有2天嘛吼，无顶晡下晡尔，顶晡伫桃园走2个所在，下晡随拼去新竹公会堂，所以就感觉伤安怎讲？伤哇，所以就袂爽诶。当然袂爽就我讲啦，所以伊诶迄个控股抵抗，我拄啊拍对动作日记即个，当个伊若是中文抗拒，日文我那嘛用即2字啦。控股安尼，所以控股抵抗所以即马后壁就是即么第10出菜是这米德先生来解出现了，抗拒抵挡培育乖毋敢培育，啊伊即马是大反抗，所以应该是大反抗。中文讲抗拒，所以反射呐。台语会使讲反抗，还是直接甲日语的迄个含扣摕来遮用？因为含扣这个词一般是算相对下向，反正即马就是这个青山陈贺主去米德安排安尼的行程的时阵，伊就足袂爽，伊可能进前伤冷啊，够爽的，即马无遐爽就是大声甲喊口。伊讲2天来旅行桃园含新竹，即种代志做袂到。何况佫加入2场的演讲，在桃园新社的必要性又佫是啥？伊新社来参访本岛人的景福宫嘛较趣味啊！伊景福宫伫咧迄个火车头头前搭开，300公尺还是500公尺？因为遐就是一个算，迄条路什么中正路，什么路啊？真是中正路啦。当然迄个时阵我毋知什么路，就火车头出来啊，西啊道行去，就是景福宫啊。搁再讲新竹活动一结束，就转来到台中，安尼毋就无法度伫新竹食到啊，毋就无法度伫新竹食饭啊。遮尔汹汹公公连，遮尔汹汹公公
比迄个观光团更较不如。那准讲一定要安尼安排不可，你就麻烦美岛先生来详细说明。美岛面无表情，青山小姐，青山老师，我毋是王小姐哦，当然，恕我直言，恕我直言，这个双真正是，安怎讲？嘛无算平顶，这敢算平顶？台语水讲有一个，讲啊恕我直言，伊安怎讲？直拄直互我讲哟，直接拖白还是啥？恕我直言。看下伊安怎讲。台湾基啊，布袋过高，扛必然。所以这个恕我直言，有七步咧。敢若台语水讲有想这个事。想字，夹枕头算看完，惜我地，那歹命就对啊。恕我地，讲啥会读哦？恕我直言，恕我直言，恕我直言，就这样你讲，告其他口语，恕我直言。所以这个恕，可能真正，所以直接你读就是变成迄个啥，文言音的读法嘛，对。所以那纯粹内底是定来讲到直拄直的，还是拓白，还是个什么嘿？所以其实有当中这种语境就是个，美岛就是这样讲的，那我就直人讲直话啦。青山老师来到本岛是已经第10个月啊，就准讲高电家和市公所并无要求，也毋过邀请青山老师来演讲，写稿和参访的批信的电报，拢积成那一堆山。美岛先生，慢到底我也袂出伊这个有慢到底是要甲累还是安怎？有慢，敢若张龙教授是这个事，这敢若嘛毋是有慢，伊这个语境真紧。鲁班，叫你读鲁班到底是安怎？美岛先生，无你是要甲我武班哩？这武班到底是啥？所以可能要去看硬笔的神，无弯无翘，硬开。伊这个就是
真正就是真条直就对啊。啊，捐介，捐介这个本质捐介，打比罔听，这个台湾版有了，出版社讲佮印7万本，等咧卖安尼，好，所以未来台湾版我就讲应该上少2万本吧。当然主要是雕的，所以雕的东护士，根治就是捐介啊，艺笔艺气，无完无巧，特神艺性。台湾锁定艺术顶是敢若讲艺性，所以这个美道先生就是我咧讲调定啊。好，目前在台湾蛮有料的吼。咱前这个调定的美道，说完全无客气，甲我听较大咧。照理来讲，美道以外早来消息，世人惊吓，互我错失想起的时机，错失了发怒的时机。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讲到失去阿珍的我，早就袂输，步入去噩梦当中。结果到拜六的下晝啊，现身伫咧柳川小屋埕里的人，竟然要是板着脸孔的美岛，板着脸孔。当然是迄个啥，伫甲中文读做台语的时阵，会有一寡字词也是语感的培养嘛，所以伊讲拜六的下晝啊，现身伫柳川小屋埕里的美岛，也是真正经晓。板着脸孔这个词，台语的讲法是安怎讲？真正经，也是咧讲艺气，伊就是调直的人嘛，我伫咧公司公班啊，因为是总督府的职员嘛，我互交代讲下晝拜六下晝10點去接伊，吼，伫台中，啊当然是无确定，因是开车还是安怎嘛？1938年迄阵敢有汽车，可能有，也毋过可能无遐济吧。而且大概照因过去就是拢坐火车嘛，啊，所以火车坐咧去新竹，先去桃园啦。伊讲下晝要先去桃园，啊，食饱豆才去新竹嘛，啊，所以就是即个美道先生，吼，查甫的带即个青山陈特助要去种的，所以伊就讲啊，若准讲这是一场梦，吼，伊就梦见迄个阿千总算含伊伫迄个柳川小屋内底，啊无1938年过年暝，吼，阿千有去含伊算讲过年暝食暗就对啊，啊过一暝到第二天，头一届为一届，啊毋过伊就讲这袂输哪一场梦的安尼。所以就讲，若准讲这是一场梦，我倒是希望会使量早醒安尼。所以，我呀，后壁应该去站，会使过来读一下，而且多一个浪旁，可能就出去啊。吼，我想要食客家料理，好，我尽量。美道先生较早咧讲的时阵。青草茶、王来汁，我拢无啉着，点无讲话。若准讲是王小姐做袂到，就会讲做袂到。感谢青山老师的指教，我明白啦。安尼我想要食客家料理，真歹势做袂到。啊无像我嘛讲一个理由啊，
好啦，因为桃园并无客家料理，也毋过桃园客家人吧，我有调查过哦，无需要迄种宴席的料理，只要是客家人的日常饮食就会使啊。客家人的聚落并无伫咧桃园啊，是伫咧中立呢。啊，中立离桃园嘛才一站尔尔，照行程是无时间，通好阁先去中立呢。那总共是王小姐就会答应我，真歹势。希望王小姐以后还阁会愿意担任你的同意，阁甲管落去。这是伫咧桃园发生的代志。尾啊，伫咧我会记得嘛有原住民的聚落，伊就是讲甲迄个啥，在这个小说内底伊用番人，你迄个番字，所以伫咧迄个啥，新竹的峨眉甲五峰，吼，遐是阿达亚的聚落嘛，所以当然以现主是咱来看，2026年就是用原住民这个名词嘛，也毋过真歹势，伫咧20世纪是直接用番啊这个词的。啊，当然日本人伊为着要迄个啥表示尊敬，就无用啊这个构词法嘛，也毋过嘛是直接写番人啊。啊，所以我会记得伫咧，敢若上头前也是啥，伊就讲为着要真实彰显迄个时阵的用字用词，所以伊就甲番人这个词用一摆。所以番人这个词翻译，我咧猜想，伫英文版大概嘛是会照实呈现吧，只是伊可能会用度假的方式吧。啊，只是迄个度假的方式，最近你若去看因遐的演讲，也是因迄个啥，得奖的感言，也是受访问就讲着，即个虚拟的翻译小说有杨千和的度假，所以翻译做其他的文字的时阵，伊就会有金陵的度假。所以这唔知影。好，新竹有客家的聚落，我会记得嘛有原住民的部落，但准讲是敢若点心嘛会使，敢讲完全唔知影。聚落分布是无熟悉，嘛无了解本岛的饮食文化，实在是无法度回答青山老师的提问啊，实在是真歹势。我直来讲啦，李道先生安尼敢嘛会当做通译含陪伴者，互你知啦吼。市公所的职员并毋是专业的通译，啊，来面对来到参访本岛的内地女性的贵宾，一般会推荐买新竹的香粉做乌米仔鸡，就敢若安尼尔。伊是讲香粉。毋过我毋知伊迄个香粉是啥，说不定啊。迄是观光客才会买的物件吧？那安尼就准拄煞，就准讲是观光客程度的理解，敢讲完全毋知影客家人和原住民伫咧饮食上无共款的所在啊！啊，若是王小姐，实在是为你感觉真歹势。目前是。真歹势，目前是本人来做，伊遮是讲滥竽充数，所以我咧想到的是，我直接想到的是讲，真歹势，即摆互本人即个后来来叫做鹏哥，我是安尼想啦，毋过我毋知影，当然滥竽充数有迄种另外意思啊，所以我毋知时到伊翻译做台语的是安怎讲。因为后来给鹏哥跟滥竽充数应该是无共款的迄个概念嘛，所以我看下形容到底是安怎讲滥竽充数。当然还有一个什么，铺面摊、浸水鹅，甲我直接敢若想到。自谦词啊，对吧？我这个后来来给鹏哥啊，你啊，
当然我无确定因迄个日语伊安怎讲啦，哦，我毋知语文知无？若阵讲你知影中文的滥竽充数要翻译做日语的时阵，你会安怎讲？因为目前伊即个台湾娱乐就已经知影有卖24国的迄个啥版权票，掠鸡抵押。所以爱拜鸭的时阵无鸭，只有掠鸡来拄笑。因为滥竽充数这就是伊讲迄是一种乐器嘛，啊就无才调遐尼多啊，所以就凊彩掠一个来嘛吼，啊所以就变成有即个滥竽充数的讲法。毋过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家己讲会使啦。你讲别人当然是嘛个足歹听的嘛，讲迄是后来也要加放过嘛。毋过我感觉我个人的语感是，家己讲我家己会使啊，就讲啊实在是真歹势。目前是本人即个后来加放过安尼。反正我感觉我哋即两个人就是拢日本人嘛，所以点仔对价啊，我也无咧惊你啊，对无？肯，你只不过是，即个味道敢若是伫台湾出世的款，毋过就是用日本人是一个殖民者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一切嘛。凡是伊嘛想要转日本吧，毋过一个日本本岛来，只不过是女性的贵宾，伊是安尼甲讲啦。毋过我感觉，莫讲1938年的日本人一直到呾，讲一个较无输赢，就我即个外国人的理解，就是一直到呾日本人对待日本的查甫人看日本的查甫人看待日本的妇人人，可能嘛是无遐尼悬的地位啦。讲起来较歹听的。目前伫亚洲遮，大概就是敢若台湾会较相对较对等尔。毋过真不幸的是，现主席的台湾嘛是，若不是发生一寡歧视，甚至啥查甫欺查某嘛，或者是查某妇人人伫咧外口行大走走嘛是爱面对足侪迄种无讲介好势的啥待遇吼，什物去用金队啦，还是去用口舌啦，还是去用啥一大堆有诶无诶，所以即个美岛先生直接就甲灌落去讲，实在是感觉真歹势。目前是由即个本人，互我即个后来来加做即个捧哥安尼。美岛先生，啊，你对其他的贵宾，敢是拢安尼直拄直直咧讲的啊？啊，无，通常我若讲，好，我尽量。伊到前，伊之前拢甲伊讲尽量，就是做袂到的意思。啊，毋过青山陈贺主就是讲，你就直接讲嘛。啊，做袂到就讲做袂到，伊就讲做袂到。啊，做袂到要讲一个理由嘛。所以我是感觉，以邮箱子去找出来资料，甲日本人的个性了解遮尔白，我是感觉嘛算真准啦。以我一个外国人来看，邮箱子伫咧描述日本人的个性是，至少我感觉7、8成、8、9成会成吧。啊，当然有知捌日语的人，我毋知影讲理解了即个青山陈贺主去用结结煞无话通讲。啊，我到底是做啥物毋对代志啊？规个迄种啥，气甲对心肝，对吧？痛心疾首，要不痛心疾首，敢会使安尼用？我毋知影咧。痛心疾首，我是敢若想着，气甲对心肝，重心。台语水讲有一个，台语水讲有影片，看下伊会痛心疾首安怎？痛心疾首一般是讲艰苦甲袂动，要毋过伊即个大家应该是气喘，气甲，看下去，然后伊就是其他的，因为我就讲即个台语水讲是甲廉政英雄。新福田，
心一定足痛，怪怪的。还是因为我是外国人，还是我是外国人，对痛心疾首这个事无理解。地到第一这个台湾漫游了者出现的这个，伊讲啥？伊讲我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怎样有痛心疾首？当然是讲艰苦甲袂动的嘛，因为可能进前实在是人家款待甲好势好势，伤爽啊！啊，即马人只不过是照起工伫咧反复互交代就袂爽，所以我想到的是，那气甲对心肝，我到底是倒位去激到阿千啊？又搁到底是要做啥？又搁到底是要安怎做？阿千才有可能会转来啊！会使用脆心吗？脆心嘛是会使，毋过我感觉脆心敢若较无遐强烈。我感觉脆心只是讲啊，我都照我的意思，也是脆心、硬心，硬心可能阁有一寡生气，啊脆心是毋是有生气，啊阁伤心的意思？当然，这个语境就是，这个什么王千和甲伊哄抬甲好势好势，啊，这个味道是以总督府的职员，我只不过是互交代做这项工作，而且这本件就毋是我爱做的，只是国不理长去用安排讲你暂时代理一下，安尼尔尔，代替做一下尔尔，啊，结果，当然我感觉，伊中文我痛心疾首这个，吼，若要用切心这个词来讲，就是讲，我安尼讲，我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有够切就会使代替，啊，过来，实在是有够硬心的，气甲挡袂牢。我拄则问拄则，我就会甲伊讲气甲对心肝。啊，当然，就讲，伊即马听讲就是迄个啥，温玉桥要来翻译即个小说。啊，当然，就讲，若准讲即个中文小说一旦写好啊。就写好就伫遐，你要阁改变无可能啊，因为应该无另外一个人会压价，阁来写一解啊台湾版优录啊，故事啥拢共款啊共款，毋过伊用无共的角度、无共的态度、无共的去描写。可比讲，台湾版优录是用青山陈鹤志的角度来写嘛啊，迄阵杨湘子受访问的时阵。就讲伊本正是用第三人称嘛，尾仔才改做用青山陈鹤志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啊，个访问者就讲，啊，敢有其他的角度来讲来写呢？伊讲，那用王千和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可能会足无聊的。就一直会看讲，就是人讲嘛，伊就是一个大直男的角度嘛。啊，毋过迄个大直男的角度，其实就是一个算啥上宽者或者是实名者的角度嘛。啊，王千和是一个被实名者，或者是一个伫一般咱所知捌，至少是我所知捌的迄个，或者啥，两性伫交陪的迄个啥，较弱势迄个嘛。当然，以即马现代咱来讲，已经同意同性别嘛会使组织家庭的即个代志，可能嘛有迄种或者啥。相对强势甲相对无遐强势的人嘛，就准讲吼，杨湘子伊含迄个啥，因赖丁河遐是啥？伊嘛有登记嘛，因即马住伫迄对中英河迄搭遐嘛，所以因即两个结合，我咧想，我咧猜想，在生活当中可能嘛讲啊，即款的代志，就是啥较强势，啊，另外一款的代志，可能是另外一个较强势。我要讲的是。本正就迄种，无迄个绝对优势强势，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嘛。有一寡人就讲，伊伫外口就是袂输那屎啊，毋过转来到厝里就变成猫咪啊呢。真好啊，真好啊。啊，所以拄则伫即个意思，伊讲啦，我痛心疾首。切心我感觉就会使，就过种讲法嘛，真好啊，反正就是。哪读哪分享哪交流，做未好。啊，你看，你若有拄好，反正就方便啦吼，安静自在，自由自在。伊就讲，过来就是触怒
触怒这个词，我是直接敢想到激啦。当然你要直接解说讲惹人生气，嘛是一个讲法。只是我虽想到是一字啦，触怒。因为头前嘛有一个，会讲去答着安尼，去答着阿千，互伊感觉，因为伫第9章迄个菜尾汤的时阵，伊嘛是连续讲2摆啊，就讲你若无法度改变这种态度，同意即个工课我就要辞掉啊！所以就怎真正走去安尼，触，当然照是讲触怒啦，形容教授的触怒。当然一般来讲就是惹人生气嘛，毋过惹嘛，或者是老爸老母伫咧讲囡仔，真正是歹摇饲，也是调工安怎，就是触怒嘛。就讲你拢一直惹我生气安尼，毋过伊即马即个是应该是讲互第三者听嘛，就讲互咱读者听看嘛。我到底是哪里做错，去触怒了小千？所以触怒这个词，气我就激着、热着、惹上生气、惹人生气、气插着，所有可能就是我是啥物所在去气插着阿千，我甲小千翻译做阿千啦。当然，即马就讲中文是用小千这个小字来代表一种亲切亲嘛。即马伫台语的语境内底，直接开读做小千。嘛毋是袂使啊，嘛毋是袂使。而且，以润玉条来翻译，大概伊用小千这个名称，照中文讲的小千来改，读做小千，可能嘛会使接受啦。颠倒伊若改讲做阿千，敢会颠倒讲无符合伊的年龄？因为讲实在，润玉条伊内底，伊读册内底无遐尼侪台语字词的时阵，伊要想到遮，我是毋知影。所以反正咱就是遮罔读、罔听、罔参考安尼，期待看。我无确定是到迄个啥，到底台语小说会先出，还是戏出会先出？因为即马戏出听讲是2007年应该会啥演出去，听讲是要用电视剧的方式呈现的款，因为我无确定迄个是要用电影1-2点钟的方式呈现，或者是用传统日本戏出迄种6集、8集、10集这种方式来呈现。因为这个小说有12出彩嘛，你若半点钟要处理一出彩，当做袂输当做敢若是啦，animation 这种方式来呈现的时阵，安尼12出彩，一出彩30分钟处理好煞，安尼就是6集嘛。对不？那准讲1点钟1集，所以我无确定伊到底会安怎来处理安尼。好啦，反正伊即马即个就咧怨叹讲，我到底是倒位去甲阿千激着？又搁到底是爱做啥？阿千才有可能会转来咧。我心肝底向神明大人伫咧拜请，还是啥？伊讲痛呼哦，就是祈求啦，还是讲？大声伫咧喊话嘛，看讲会使安怎做嘛，所以这个动作，伊讲痛呼，以咱来讲，至少以我来讲，可能就是祈求，还是祈愿，还是拜请，所以大声喊，可能我想讲应该是咧心肝底大声喊。互美岛即颗紧转去伊的市公所继续做伊的职员，拜托拜托。青山老师，美岛夫人开嘴，想来伫咧青山老师的眼中，王小姐才是好的统一和地陪，而且地陪我直想无，咱到底会使安怎来翻译？因地陪真确定就是知语地陪。所以也是用日本时代的迄个啥讲法 ，tour guide，应该是。好，就是讲华文思考，因为我华文老嘛，所以讲
有一个地点，就是讲，以前我为怎样甲你讨论遮的，就是讲华文哪有一个特色，就是讲，拢干那一个词，就想要讲煞。准过啊你哦，真简单真容易，所以卖互恁我咧看恁嘛是小可有当阵嘛是会出现遮个问题，所以讲你有当阵你会卡掉，但是你到开讲的时阵，你的形容拢足精彩。对，造出来。我学习着足侪，但是你会读册的时阵呢，你就会受到调伫遐。对，我感觉这就是嘛是同款的问题，就是华文老的影响，迄无法度啊，因为咱就安尼伫即个环境大汉，对吧？无毋对。常常甲你分享，我感觉你若是你足自然的俏丽，比甲受到的形容，咱亲像咱私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哇，真正有够好听。对，真的。啊，我就真正会学习着足多，因为你的风格甲阿元是无共的，你对遮的历史，你本来就真当足多。我有当初感觉讲，你可能因为环境的使用的程度来讲，吼，就是每一工使用的程度来讲，我感觉你颠倒可能伫即个方面比阿元更加顺手，顺手安尼讲对吗？就是讲你咧使用的时阵，哇，你常常形容一寡代志的时阵，那个华文的讲信手拈来，就是就直界你就会用到足侪字词，袂输迄个。电视剧咧演员咧讲迄台词哦，咧就讲一大堆啊，咧就厉害的，我感觉是安尼。感谢吼，反正总是阿关兄伊的努力拍拼是另外一个方向啦。毕竟伊大概离开伊的房间就无台机环境啦嘛，甚至伊若卖拍开伫咱遮啥日子，也是卖拍开出死线，伊就无台机的环境啦，所以。伊要维持迄种台语的思考，坦白讲有相当的难度。啊，对我来讲，虽然讲我暂时无法度就抓讲即世人无爱阁讲中语、华语，也毋过相对来讲，阁有台语的环境。啊，要读遮个台语的文本、台文的文本，相对嘛较简单。我讲的较简单，就是网络顶悬。若说网络顶悬的资料是，逐个人拢同款嘛，不管什么人，你只要有材料上网、联网，你就使看会到嘛。啊，实体部分就看你安怎去敲揣嘛。啊，所以较想影伫咧看遮个文本的时阵，会受到文字的限制，就敢若伫咧读因为1984的小说伊翻译按英文翻译来，啊，英文的翻译对我来讲，英语能力无遐好的时阵。就是受迄个字面去限制。准讲即摆中文，吼，台湾万有录这是用中文写的，抑毋过伫咧看遐字词的时阵，第一时间较想影会先看，迄个字会使安怎讲。当然，若真正要互伊变成较顺，吼，也是较顺，吼，无共款的意思。要互伊较顺，就是爱规句，甚至规段，甚至规页，拢爱互相参照。对啊，因为咱若是安尼一句安尼看的时阵，就较受限制。因为你拄则一直在摇伊讲那个温柔乔伊的安怎写，我在想啦，伊嘛出几本册啊，我在想讲伊应该是嘛是共款嘛，咱就听像咱去讨气共款啦。了解组织，是啊，对哦。阮哋思考的方式就是讲，咱若是翻译即本的时阵，应该这我感觉免烦恼啦，因为应该伊即马到当嘛，比咱我毋是无是比我厉害，我做过迄款的拍拼，就是讲伊遮努力，伊学习着足侪历史，伊应该嘛是参像你安尼，就是读开内底，伊先了解即段在讲啥，了后可能嘛有真精彩的迄个。脑内活动，伊会去想讲安怎家己，因为这咱知影这语文的学习就是在拼啥，就是你愈有经验，你就会使就参像你安尼舌灿莲花，我搁再来甲你学了讲真多谢你，因为以前咱咧开讲的时阵，你总是会听我咧讲你遮尔烂的台语的时阵，啊，你就搁甲听理解了后，搁甲
讲一届足完整诶，就效力诶讲法来去讲诶时阵，所以我毋才会学习着足侪。我无一定咧，迄个时间就马上学习着，但是我拢变做我诶一个养分伫遐。伫后来我若是愈知影讲，即个新品会使使用诶，会使讲诶时阵，我常常就会写出来即个历史，也是即句话安尼。好，感谢爸咪回应哈。反正就是正做肥底，有当我较想要学习的时阵，你无经过这个过程，种伫头壳内底，未来你就用无啊。啊，即摆种落去，嘛无一定就讲后一摆有机会水用会出来，无一定凡事爱经过后壁第三届有机会用到时阵，你才用会出来。所以这本质就是种学习啊。啊，为什么我就讲伫即个遮甲中文读到台文有一个？啊，读这是咧读安怎？啊，毋过要想着，因为教育部的迄个4卷的考试，伊就有中文翻译做台文的即种题目啊，所以你若毋是平常时啊，有伫做即种自我训练，形容一来你嘛是绝对倒的啦，不管啥物人。啊，当然，目前为止伫别所在，尤其可比讲欧洲遐，人咧无共语言就。才互相通用嘛。啊，你讲台文甲华语，敢无需要通用？现主时的咱，或者是现主时的台湾人，若准讲有2000万人有才调听，有才调讲。2023年做的统计嘛，960万人甲台语诚做需用的语言，抑毋过这960万人。敢有才调即时随通译，恐惊有困难，因为有太侪专业知识的。但毋过，遮个人敢讲无人伫拍拼，我毋知，我毋相信，一定有诶，一定有诶。即摆你去网络顶面会使看到不了侪人伫咧努力拍拼嘛，创造啥有诶无？即是现主时因大概拢是用做啥？中文翻译讲嘛，鸭子划水嘛，甚至你根本毋知迄只鸭伫倒啦。何况讲你搁要知影讲哦？有一只鸭真饼说伫杯水行进前，毋知影，总是对我来讲是真做一种自我的训练甲学习啊。好，我看我可能读几纸，即啥？米勒先生讲的即句话，伊后壁，我是要读到即个段落。好啦，试看卖啊，吹一个好啊，已经敢若点外钟啊。就是讲。想来，伫咧青山老师的眼中，王小姐才是一个好的通译和陪伴者。恕我多言啦，我加讲几句啦。王小姐为青山老师所做，实际上已经超过一个通译所应该负责的工作。若准讲你有怀抱同款的标准，就准讲甲我换掉，嘛找袂到后一个王小姐啦。所以这真正是无讲介迄种安尼。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使先暂时先读到这啦吼。啊，感谢Bobby、Eric 甲大家其他的朋友做伙来听我读这，因为当初就是安怎讲，我都真正读甲真顺，一方面是即时口译，啊个一方面就是对即个中文甲台语的迄个啥掌握的程度，无都遐尼流利。啊，毋过这就上面嘛一直。我家己咧讲，我家己听的嘛吼，就是毋免真后才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后，大概是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大家的朋友来讲听啦吼，安尼就关房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再会。